全员出动，宴请40位，请粉丝吃饭的一天。又到年尾啦，為咗感激過去嘅一年，喺我哋擺酒嘅粉絲客戶，係時候咧攞啲福利俾大家，睇睇邊位幸運兒中大獎。阿大少，採訪下你，呢個中山大少哥哥好，你好。人係連鎖協會嘅會長，仲係省㗎，省。海港城嗰嘢咧有一個好食。喂，阿大哥咧就隨時支持我哋，恭喜啊！好，最緊要事事順利，如開得勝。好，多謝啊！採訪下你先，你啱啱擺完酒，咁你諗住幾時擺呢個每日酒？盡快啦，越快越好。盡快係嘛？最緊要3年抱兩嚇。 OK， 多謝。點解要選擇喺海港城擺酒咧？因為有得抽獎咯，有飯食喎。唔係因為好食咩？唔係為咗抽獎。阿健哥，你個仔咧嗰世紀婚禮咧，係令到我哋呢個場咧最新式嘅、最靚仔嘅新郎哥啊，最靚女嘅新抱。係啊，生興隆啊！好，喂，最緊3年抱兩喎，係嘛？其實咧擺酒咧係一件好幸福嘅事，所以大家咧新嘅一年裏邊咧，大家未結婚嘅快啲結婚，做生日嘅做生日，我哋度大細宴會廳都有齊喺度啊！記得你啊！攝影師下一個。攝影師係你啊！我好多謝大家喺2025年照顧到我哋咁多生意，我喺度代表董事局衷心咁俾個鞠躬嚇，多謝。嗱咁樣嘅，我哋擺酒咧係出咗名，叫服務好同埋出品宜，呢啲就係我哋嘅優勢之處。我希望生日也好，滿月也好，結婚也好，我哋盡善盡美，做到你哋好開心、好滿意咁收場。多謝大家，多謝。我今日宴請40位，請粉絲食飯，開播。食飯咧一定有鮑魚，金銀碗天啊！VIP 卡的价值是6万元。各位好朋友，我就帶領我嘅團隊同埋董事會成員加入，敬大家一杯馬德功成。屏幕前嘅精神股東，喺過去嘅一年咧，對我本人同埋海港城大酒樓嘅大力支持，有你哋嘅支持同埋鼓勵，係我哋前進嘅動力。請大家放心，我本人50幾歲，正係拼搏嘅年紀啊！應承大家，將來我哋會越做越好，多啲回饋我哋嘅熟客粉絲。多謝各位粉絲嘅活動，唔止一場。如果你都想參加，請將海港精神打喺公屏上。多謝。有機會咧，我再請精神股東食飯。